相处嘛，这是。好，友好的在一起，雷闪闪，知不知道他来中国是干嘛的？我告诉你，他来中国就是为了泡更多的中国的帅哥跟中国的美女。冬眠，其实我觉得麦克真的还是挺有诚意的，要不然你俩好好聊聊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和好。黑先生，我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，我就一巴掌给你呼墙上，你扣都扣不下来。我太感动了。必须的。这是什么呀？一会儿我再告诉你。好。你干嘛？怎么了？哪个班哪个旁听生啊？我就是旁听的啊，没事，你们聊。别理他，旁听生，他是旁听生，别理他。你先讲，你先讲他。同学们请注意，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来，都坐好了啊！今天非常高兴，大家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唐人马球俱乐部举办的《同桌的你》主题派对。由于很多同学工作很繁忙，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来到现场，但是他们仍然给我们传来了非常精彩的 VCR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Hello， 博士同学，非常抱歉呐，不能去你的马场参加你的同桌派对呀，因为我正在跟一个大帅哥周游世界呀。你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？别成天捣鼓你那些马了，你又不能跟马结婚，赶紧的吧，祝你幸福啊！大家好，听说今天大家又聚到一起了，这个挺遗憾的，没法跟大家在一块儿再吃吃喝喝，像以前一样啊。听说今天到的挺齐啊，而且还有说冬眠也来了，那个雷闪闪，从上小学的时候，你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噩梦啊，这个梦一直做了很久，因为从小你就很强势，而且喋喋不休，这个自己的主见很多，主意很多，而且比较喜欢